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打機大學系列。咁呢條片我教大家咩遊戲呢？就係 PUBG Mobile 啦。咁點解我想教大家升上超級王牌呢？咁講翻我背景先啦。我玩咗5至6年槍擊遊戲，超級王牌我攞咗26次。我可以升到王牌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。同埋達到王牌階段，證明你已經脫離咗新手嘅時候啦。大家會想追求更高嘅水準，所以大家如果想升至神王牌就基礎啦。咁我講下有咩段位先啦。有青銅、白銀、黃金、鈀金星鑽、皇冠王牌、卓越王牌、至尊王牌，最後戰神。咁終於教大家少少技巧啦。咁首先要熟悉地圖啦，咁我就建議2張地圖嘅。就係海盜同埋利維科啦。海盜稱為大地圖，加分多，但時間長，大20-30分鐘。利維科稱為中細地圖，時間為10至15分鐘，加分正常，大概10至20分。大家可以睇時間去選擇玩咩地圖啦。例如小雞地圖、物資同埋人流。例如海盜，圈住嘅地方人數多，物資比較豐富。如果唔係好熟悉地圖嘅話，我建議大家去比較少嘅地方活躍下先。之後先再打交，大家要記住成為最後贏家。第3，了解槍嘅種類同埋手感，我就建議大家用以下2款槍。第一款 M416 自動步槍，中近距離都可以，穩定性高，好多槍皮噶。UMP 中近距離都可以，傷害力好高噶。而家教大家戰鬥嘅時候有咩注意事項啦。第一，落地之後要注意分槍同子彈，有槍就有自保能力。其次就係防護裝備同埋醫療品。第二，睇安全區位置，如果安全區好遠，記得揾車啦。有車嘅話可以快啲到安全區，同埋係緊急時嘅護體。第3，記得戴耳機啊，槍聲同腳步聲可以知道敵人嘅位置同埋槍嘅類型，咁就可以判斷打定唔打嘅時間。我講下就淘汰王啦。咁我呢場呢就贏咗啦。咁下一場呢繼續同大家講。第4，心態上唔可以咁容易放棄。大家記住，輸咗係唔緊要噶，最緊要嘅係每一場之後你都會進步。你哋就會問點進步呢？你哋可以觀戰隊友或者敵人，可以睇下佢嘅操作技巧係點，亦可以睇啲主播打機。以上嘅技巧一定會令大家進步噶。最後就係揾朋友陪你打機啦，有朋友陪就冇咁悶，同埋可以方便交流同溝通添。如果冇朋友陪你打機嘅話，可以揾我噶。之後我俾大家睇我點一打3啦。咁最後祝大家打機順利，成功食雞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